下晡1点左右，台铁内力到中立车站中的这铁机仔路传出讲，好亲像是因为温度伤过悬，致使着这铁机仔路拢变形去。不过经过工务单人员检查了后，发现讲只是铁机仔路的方向有较歪去，评估了后并未影响到行车的安全。不过呢，因为讲经过火车，车厢是摇甲真明显，车厢只会当呢这减速来通过，以时速30公里豆豆啊行，等到修理了后，才慢慢提悬到时速50公里。会发生种怪声。大附近的民众讲，台铁火车驶过内力到中立车头中央的路段，拢会出现奇怪声，怀疑铁机路可能有问题。因为15号下晡超1点的时阵，传讲这个路段的铁机路可能因为温度相关变形。路基松软，加上天气比较热，看着就比较明显。台铁工务段的人量过了后，铁机路的温度上悬捌到51度，所以互铁机路看起来亲像有变形的款。不过台铁解释讲，这其实是铁机路的方向有小可走去，评估过了后认为袂影响到安全。不过因为经过火车，车厢真明显有咧显，所以为着保险，也是要求驶过这火车速度拢要放慢到时速30公里，一直到铁机路调整过了后，才暂时把时速提悬到50公里。轨道有一点偏掉了，等晚上温度降下来以后，我们会做一个彻底的应力解除跟方向整理的动作。台北车头嘛有真侪路南的火车，因为速度放慢造成慢分。台铁嘛已经伫15号半暝派人去做全面的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